我们来看那个313首哈，来高声唱哈，来高声唱。来高声唱，来高声唱，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来高声唱，来高声唱，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唯有他配得赞美，因他是主。喜哉喜哉，来怀君王，万膝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基督。来高声唱，我们一起来拍手，来高声唱，用喜乐的心，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用喜乐的心来高声唱，来高声唱，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唯有他配得赞美，因他是主。喜哉庆哉，快来君王，万膝要跪拜，万人都要承认，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基督。好，那个永祥那位学生，待会儿他回来，我们再让他入座。好，来，那我们来看那个，我们来看331首，起来荣耀，荣耀我们的主耶稣。什么是耶稣？耶稣就是救主啦。那我们要荣耀他，就是怎么样？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这首歌一样，起来荣耀，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那位救我们的主耶稣啦。爱了解不？好，所以咱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在唱起来荣耀荣耀，到底在荣耀什么东西？是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好，所以荣耀我们的耶稣，就是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那后面副歌他说什么？你是大君王，胜过黑暗死亡，洗净心灵忧伤，带来喜悦平安。所以你是全能神。一个生命改变的人，他会称呼神是全能的上帝。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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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让我们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你是大君王，胜过黑暗死亡，洗净阴灵忧伤，带来喜悦平安。你是全能神，宽宽赐万有，除去罪恶捆绑，赐给我的生命。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让
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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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耀主，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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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神，让我们一起聚集，让我们能当三甲在荣耀主你的生命内底，经验上帝你赏赐给我们的喜乐和快乐。愿神你的能力彰显在我们当中，特别不管是在我们当中，无论是面对疫情，我们的内心虽然有许多的惶恐，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与病毒共存，就像我们的生命与这世上的一切不属神的事情一起生活在一起，是一样的道理。求神给我们智慧，也求神赐给我们有属天的看见，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看见我们生命所需要的能力，所需要的智慧。愿神亲自在我们当中，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大家平安。好。来，咱做伙来看，来有人要用这个无吼？真好用哦，袂歹用，安尼开咧，你会做好看。你袂对。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这个26章的47节，好，47节到56节，我们今天就看到这边就好了哈。其实这个非常简单，但是它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讨论跟思考的层面哈。那我们一起来看47节，耶稣被捕，耶稣准备受难的过程当中，他怎么被遗弃？那很多人就开始在那当中，其实包含他的门徒也同样在经历。那我们一起来看第47节，来。说话之间，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等一下，有翻到吗？26章哦，26章47节。我们好好为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他们在追求、寻求神的话语当中是给他们更多的智慧。来，我们来看47节，26章马太福音26章47节。来，说话之间，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51节，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亲再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就离开他逃走了。好，我们从上一个礼拜我们谈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当他希望这些门徒能够好好的在那边等候，然后甚至彼得、雅各、约翰
又跟着耶稣进到耶稣要祷告的地方。可是呢，3个门徒怎么样？也是睡觉。好，那耶稣在那过程当中也再次提醒他们，提醒我们现在的人也要警醒祷告。好，很多时候我们在跟着耶稣，跟着牧者，跟着教会的意向在走。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像是一个沉睡的羔羊一样，好，我们都在沉睡当中，然后或者是在单纯享受那恩典当中。可是我们都忘记了警醒祷告的重要，所以这是我们上个礼拜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上个礼拜也让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即便他要进入客西马尼园，他要准备受死，虽然感觉好像很多人看到的是耶稣的黑暗面，对吗？他还面对黑暗嘛，对不对？因为他在我们看一下第38节有没有？38节。37节，耶稣就开始怎么样？忧愁起来了，而且极其难过。牧师有讲到说，他的忧愁，耶稣的忧愁是什么？因为他要为担当我们的罪，对吗？他怕我担当你的罪，担当你的罪，结果你怎么样？你不认我了，你不认耶稣了，所以耶稣他心里面非常痛，他非常忧伤，说我这些学生这些门徒跟着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学到这个我为上帝付上生命的代价，这个功夫是在哪里？他不知道这些门徒有没有学到，所以他就告诉他们：我心里面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怎样警醒？注意这个警醒不是牧师叫你要警醒祷告不是你要跟着我了。今天牧师在做什么事情？我们的耶稣在做什么福音的工作？我们要怎么样？要跟着他一同警醒。所以包含现在有些时候牧师出去外面募款，有没有？我们的同工一起出去募款，我们就好好祷告，好好用祷告的心，然后一起在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工作上。所以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的。但是呢，我们也其实知道，当耶稣到后面，在他客西马尼园最后祷告45节有没有？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什么？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有没有？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耶稣他也知道人的软弱了，人的需要嘛，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就看下去了。47节，耶稣准备被捕了。那在谈话之间呢，有12个门徒里面的犹大，然后怎么样？有许多带着刀棒的人跟着一群什么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其实祭司长跟这些民间的长老代表的是什么？他们代表的是犹太教的领袖。我要告诉你们在新约时代时期没有基督教你的概念你要先给放在犹太教犹太教，不是基督教这样懂了因为那时候耶稣正在用他的生命的历练来传递基督教基督徒的生命观，你了解不？所以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了解所以那时候是没有基督教的，可是那时候却是有一群信上帝他们信耶和华上帝的犹太教。所以呢，这一群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跟犹大这个耶稣的门徒犹大，出卖耶稣的门徒犹大，怎么样？他们是属于弃绝耶稣的。然后呢，他们就怎么样？48节，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就是说那个犹大，犹大给了这些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一个暗号，然后说我跟谁亲嘴祭司长，我如果跟那个谁亲嘴那个就是耶稣了，你就把他抓起来，我给你一个暗号。然后呢，后面他说什么？耶稣就对他说什么？50节，那个犹大49节，犹大就这么做了然后呢，那个第50节，耶稣就对他说什么？你要做的事就做吧。你们的和合本圣经是这样写吗？你也是现代中文译本吧，对吧？你俩和合本的是像这样。和合本的一起开始这样，你们50节。
伊是像你要为做事就做吧。毋是啦，有啥耶稣对伊讲朋友啦。朋友，我感觉即句朋友，无共哦。朋友啊，朋友啦，朋友讲而已啊，有朋友。有嘛，有朋友嘛。所以你看哦，注意看哦，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耶稣他即将要被卖，他非常清楚。可是即使他也知道犹大是要卖他的，可是他说什么？朋友啊，你要做什么代志你就做吧。我觉得这种精神情操哦，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学习的。什么意思？有人要出卖你啊，咱大部分基督徒气不喷哦。我本来过哦，我嘛要给你安怎哦，对吧？伊讲即句朋友意思就是讲，敢若耶稣敢若无认你做，无认你做，这是一个讲法啦。但是我感觉安尼讲起来吼，较是，迄是人的想法啦。我是感觉较像人的想法。因为无耶稣较有可能无认伊做伊的门徒。对啊，吼，而且想要伊要讲朋友。但是伊个提醒几两摆啊。嘿，但是我感觉上帝耶稣伊嘛知影，耶稣他也知道啊，耶稣他一定知道啊。他如果没有这一个人，他怎么会成就这是上帝安排的心意，对吧？所以其实后面他说什么？来要注意哦，你用朋友，我觉得耶稣他做什么事情，他是随时随地哈说造就人的好话了。我认为啦，好，所以耶稣他即便遇到准备要被人家抓走，他也没有生气嘛，对不对？他不会说怎么样，有人对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我就骂回去了。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啦。好，那后面呢？于是那些人上前来，下手拿住耶稣哦。好，那个是谁？下手拿住耶稣，然后呢，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那个是谁？啊？不是犹大，嘿，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这个人是谁？来，咱来看约翰福音18章。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后面18章10节。约翰福音，对，18章10节。想想。伊个西门彼得，嘿嘿嘿。这个彼得唔着，西门彼得唔着，讲迄个彼得共款，共一个人，嘿，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看圣经要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共观福音书，就是你要互相比对参考，那你就会找出答案了，还了解吧？但是呢，有些作者哈。我觉得有些作者他觉得可能认为说，彼得是耶稣的好门，这个啥和好得意门徒啦，所以他说什么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比较委婉一点啦，好，这是我的讲法了哈。好，所以呢，这个是彼得他的个性本来就比较刚硬，比较强硬，所以呢，一看到自己的老师耶稣准备被抓了，他不爽，拿刀子就怎么样？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把他的削掉一个耳朵。那我觉得你要注意有些时候我觉得这个削掉一个耳朵，我在想为什么这个作者要写这个我觉得我引发一种让我感触到什么呢？有些时候当我们跟人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让这一个人他的耳朵听不到福音了，是不是？有点像是这样。假设我今天我得罪一个人，原先我是可以用像耶稣的方式，朋友啊，你若真正要对待我安尼你互你用啦，我唔对啦，真失礼啦，我会记得我较早以前每次我只要发脾气的时候，我的妈妈我某孙妈常常会讲，你唔通安尼啦，你唔通安尼啦。我细汉的时阵，我会记得某叔公有一次我们在这个夜市小北夜市的时候，那吃完东西出来的时候，因为汽车产生跟人家有一点点擦撞，然后就起冲突了。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的爸爸准备要打架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是讲你唔通安尼啦，歹势啦，去改迄个人讲歹势，但是我看起来是对方的错，可是我的妈妈就说歹势啦，失礼啦，好啦，莫安尼啦，歹势啦。我看到这句话，我就有点像，就好像耶稣的心情，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觉得你要注意想象那个耶稣他当时的情境哦。你看到他前面哦，门徒带门徒去警醒祷告，不祷告在那边睡觉。然后接下来哦，出卖他的门徒犹大哦，有没有？还带着人哦，准备要来抓他。好，所以他旁边的门徒也是非常愤愤不慨，愤愤不平啊。好，所以呢，当下你觉得一个领导者应该要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朋友啊，你来要做的事情你就做吧。所以有当时吼，咱啊真正想要对咱安怎的时候，咱会来讲哦，真失礼啦。啊，你若真正做这项代志吼，你会当较爽快吼，安尼你就做了，无要紧，我互你骗无要紧。好，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说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应对的智慧的哈。我们来看一段以弗所书第4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4章新约哈后面第4章29节，4章29到31节。嘿，4章。4章29节哈，污秽的言语，好，很屌，好，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好，不要叫神的圣灵怎样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好。所以呢，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在我们什么叫做得赎的日子？就是咱常常在摩丢人问到讲，这得救的问题啦。得赎的日子叫做得救的日子啊，好，对吧？有一日咱拢爱跟耶稣当头对面，跟上帝当头对面，对吧？面对面嘛，对吧？好，审判的时阵，审判的时候，我们上帝会问啊，就开始啊，那个委员牧师啊。你在我的面前有没有好好的爱那个需要的人啊，帮助需要的人啊，跟他们传福音啊？好啊，是讲你是安怎？你是常常会看人争啊，好争一口气啊，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观哈。好，我们再翻回来哈，来，所以我们来看第51节，好啊，来。我们来看，我们51节看完了啦哈，就是说很多时候啊，咱会记得咱忙用咱的脾气，我们的情绪，来，那个念慈，上厕所自己去。啊，永祥，你来坐这边，你来坐牧师旁边，来，好，啊，你听看看啦哈，听看看啦，好，年轻人很随性的，来，我们看52节哈，耶稣对他说什么？都说什么？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注意哦，耶稣他不是说把他身边的那个冲动的门徒把他挡下来，然后就说任你去宰割，不是这样。耶稣他是有智慧，他就跟他那个动刀的动武的人就说什么？刀啊收起来，卖安尼啦，好。刀啊收起来啦！凡动刀的吼，你有一天你嘛是死伫这刀啊内底。你安尼骂人吼，有一天咱嘛是安尼去骂啦，吼！你安尼吼，连讲咱嘛是拢会去安怎样啦？好，这个道理是一个逻辑概念。好，所以呢，他说什么？我觉得耶稣他有一个非常良善的目标，所以呢，我们人呐，要用一个好的方法、好的目标，那你就必须要用好的方法来去达成。如果你用不好的方法，你当然就会得到不好的结果，还了解不？好，所以一块点，耶稣他看到这些士兵怎么样动刀嘛，对不对？哦，你看你的门徒，做派的呢，你们的门徒还拿刀把我们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仆人把他的耳朵削掉一边呢，好，所以在那当下，他实际上耶稣也在教导，他用一个好的方式来教导。那么牧师就要问各位了，请问？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些时候我们遇到我们身边的人，如果有犯了错误，你要不要告诉他？要不要？要了，还了解吧？
甚至咱来教导他怎么做，懂吗？迄个无一定安尼啦，嘿迄个话惊会得失着人哦，啊，咱毋敢讲啊，怎惊讲啊，伊讲了上重的话，以后怎毋歹来？可能是你啦。无，我讲这是讲的一个技巧啦，这毋是讲哦，你犯啥物罪，你就直接安尼讲。不是，牧师的意思不是讲伊犯什么罪，你就爱改安怎样。我的意思讲，咱有责任嘛，我们有责任，有需要像耶稣一样学习，像耶稣一样，要懂得去教导。好，我记得昨天哈，那个永祥，好念子。我们正在讲的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哈准备被抓，结果哈他的门徒就拿刀子跟人家准备打架，好啊，就有点像什么？我们要学习像耶稣一样。昨天是不是发生有一个人，他是不是拿东西丢东西，对不对？对不对？好，你有同感，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学习像耶稣一样，要有智慧的去处理啊，而且要当下马上可以处理。我觉得为什么牧师会这么说？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年轻人，昨天牧师完全不知道，我们也完全没有预备好的情况下，是不是？还记得吗？礼拜二你们聚会，对不对？昨天嘛，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那种很突然的，对不对？聚会的方式全部都改变了，有没有发现？那怎么办？怎么办？对，交给上帝，这就是智慧。所以基督徒不要认为说，哇，这群人，哇，他们怎么这样啊？他们怎么那样？不要有刻板印象。所以很多东西是神让我们学习，在当下，求神给我们智慧。他说，耶稣说，你想，难道我不能求我的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我觉得这叫什么？勇气啊！耶稣其实他要派这些兵派这些来帮助他的有没有能力？有哦。那我要问各位，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就像牧师刚刚讲的，假设这种突发状况来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是选择退于幕后，甚至往后也不处理了？你懂我意思吗？大部分都是这样。可是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值得我们好好去了解，真的不管是关系也好，很多能力上也好，我们都需要怎么样？我们都需要能够像耶稣一样。难道我不能求我的父上帝为我差遣12营多？我觉得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个耶稣，他不是靠人来帮助他的，还了解不？咱人通常都意气用事。我懂嘛是什么人呢？我懂嘛是安怎？我的能力安怎样？我们都靠自己的能力。好，所以呢，我觉得耶稣他不是靠人来为他做什么，他知道他是靠上帝能够为他做什么。可是呢，他却选择怎么样？可是54节你注意看这一句话是重点耶稣说什么？若是这样，若是像53节这样讲的，好。耶稣说，如果我是真的这样做了，那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可以应验呢？就不会应验了啦。如果我今天真的叫我的父上帝派遣12营多的这个，就好像12营的这些天使天军来帮助我的话，那我觉得上帝要救人的事情的就不会应验在我们当中了。好，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在属灵的侍奉工作上面还有目标里面我们真的不要用人的软弱，用人的思维，也不要单纯用人的片面的想法来去判断上帝国的事工。我觉得我们要更多在讨论当中，大家一起静下心来，好好祷告。好，然后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属灵的动机，知道怎么样在圣灵的感动当中去做好的决定。所以呢，我觉得说，耶稣在这里他并不是一个从52节到54节，我觉得耶稣他并不是用一个被动式的状况，而是用一个什么
我觉得他是用控制全局的。我觉得耶稣他是掌握全局的。例如话干嘛？对于被抓有没有啊？他从朋友啊，你来要做的事情你就做吧，一拢准备好啊啦，他早就准备好了。所以一个有准备好的基督徒，我们应该要学习像耶稣的态度。当他要面对苦难，这个时候耶稣他还没有进入苦难哦，对吗？可是当他要面对苦难之前，他的心态在做什么预备？我觉得今天我们在看这段圣经节，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个预备的工作。好，来了解哈。好，永祥，小声一点哦哈。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其实我们看这一段好像是只是一个故事的叙述，可是我们要去看的是耶稣他在整个的情境当中，他的生命状态是如何。我刚刚一种性情也当然值得我们去好好学习，怎么在面对苦难、面对灾难临头的时候，甚至面对很多时候我们跟人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掌握生命的局势啦？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下去这个第55节。当时耶稣就对众人说什么？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是强盗吗？请问一下，我是强盗吗？你们为什么要拿这个？应该不必要吧？不免吧？您听到我的故事，大部分东西我在讲医病赶鬼嘛，对不对？我应该不是强盗吧？你们应该不需要动刀嘛，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委婉的哦。我觉得耶稣他是蛮委婉的，在解释他从52节到54节哦。他不是讲理而已哦，他还讲一个很自然的法则哦。我应该不是强盗吧？我天天坐在圣殿里面教训人呢，教导人呢。你都没搞我，都没有抓我今晚要抓我是怎样？没有必要啦，你搞我摇请起就好啊。好像是说你就搞我抓起就好啊，唔免安尼啦卖我外边的这些人安怎？不要让他们感觉很担忧嘛。我觉得耶稣他真的做到里外都是人了，真的像里外都是人了好，然后呢，后面56节，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上的话。好，来，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1章。第1章6到7节。彼得前书第1章你提摩太彼得前书第1章6到7节比前，它是比前，好，来6节来，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可贵，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哇，这句话讲了足水气的，我感觉足水气，相当水气的。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你们要喜乐，即便你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喜乐。为什么要怎么喜乐呢？但如今现在啦，你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暂时忧愁，会有忧愁嘛？对不对？我们现在战争有没有？疫情会让我们忧愁嘛？对吧？叫你们的信心被试验了。我跟你讲，人会忧愁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的信心在考验我们的信心那是在考验我们的信心然后呢，我跟你讲，你的信心怎么被考验？就好比那个被火试验一样。你那比科研过去如果你走过去了，你就像那什么，比那个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还讲，你若行过这步的时阵等耶稣基督在显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被称赞了。
而且得着荣耀跟尊贵哦。所以基督徒跟外面的人不一样，就在于什么？我们不是没有苦难，我们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都怎么样都很顺遂。但是唯一基督徒的考验就是你的信心的考验，你的生命的考验。所以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就是我们基督徒时常在思考的有没有重生啊？好，所以他的生命有重生，就代表他生命有经过信心的考验。你怎样讲？我要靠信心来做行为性的改变，好，方法习惯的改变。好，我们再翻回来，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来，我们再看一段哥林多前书3章，哥林多前书3章，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非常美的生命的话可以教导我们很多智慧的功课3章12到13节，翻到了好，我们大声来念来。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谐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好，注意了，这个火就是要考验每一个人的工程。好，你是用金还是银，还是宝石，还是草木，还是亲像迄个啥，亲像迄个啥，不是和迄个啥，就像迄个啥饭米的迄种丢啦，像丢安尼，就是讲你用什么物件咧起造啦，安了解无？你若用迄较俗的、较简单的咧起造你的生命，安尼我来讲，火一来烧的就看出来了，安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想到有些人的信仰，为什么他可以经历到那种苦难、困难，他很喜乐，而且很有盼望，而且他知道该怎么面对。但是有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说牧师不要了啦，那我还是选择离开教会好了，都有。每一个人就是按照不同的生命状态，他来建造他的生命。注意那是属于他的生命好，那我们再翻回来56节，他说什么？这一切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来，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应验了什么东西。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50章前面诗篇的后面50章箴言后面50章6到7节，得数来翻到了好，50章6到7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石。我也知道，我必不致蒙羞。有没有看到？还了解吧？两个很等53节53章来，我们看一下来，第3节对，来第3节50章第3节，他说什么？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对，有没有？其实我告诉你，以赛亚书它就是那个小本圣经也就是说，整个把耶稣的弥赛亚这个他的人生经历都写在里头，所以这是一个从旧约就已经启示耶稣再来的时候的相关的故事情节。所以我们再翻回来，好，注意56节有没有？
这一切的事成就了。耶稣说什么？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的就是要应验什么？先知书上的话。当下注意啊，耶稣讲完这些应验的话哦，你看最后他说什么？当下门徒都离开他，还走了呢。还了解不？所以为什么我说耶稣自从开始被出卖以后，其实到他最后被钉死，我觉得是耶稣人生当中，在我们世上，大家看为是什么最失败的一个过程，还了解吧？好，所以为什么后来耶稣被钉死十字架后以后，门徒就四散，因为无望啊嘛，就无救啊，感觉讲啊，无法度啊，我较早对唔对人伊啊，无好伊啊，好，所以我们就了解，你看短短的一篇，耶稣他的被捕被抓，你有没有看到？其实圣经里面它有非常多的意涵，在耶稣身上，让我们去体会到。好，所以牧师鼓励各位哈，其实在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其实像耶稣的故事经历一样，并不是很多事情都是非常平顺的。但是呢，我们凡事都要怎么样？都要靠着上帝的旨意来成就。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看的耶稣他所经历的，让我看到的，让我学习到耶稣他抓住的上帝父神上帝给他的旨意，在做事情。好，所以呢，这个回家大家也可以好好的灵修，好好的再把这一段圣经节，好，你可以好好祷告，说主啊，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是像彼得呢，还是我能够学习像耶稣一样，懂得在遇到人有冲突的时候，我怎么样用你的心意来帮助这一个人，好，来祝福这个人。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了哈。好 ，OK， 那我们今天经文就看到这边。那有没有什么需要代祷的？我们为心如还有子安还有丽轩哈来祷告。那也感谢主哈，虽然他们都确诊，但是我相信他们身边的家人哈都平安。好，我觉得这也是很值得感谢的事哈。应该恢复了吧？有啦，慢慢听说子安还喉咙有点痛了哈，待会我要拿那个喉糖好，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更多透过祷告了哈，就像我们学习耶稣一样，警醒祷告。那我相信我们面对世上的人事物，我们就会更有智慧哈。